華三院155週年慈善晚宴，未來夢前行正式開始。今晚嘅大會主題係未來夢前行，寓意未來東華三院嘅服務將會繼續緊貼時代步伐，持續創新及優化，全方位幫助有需要嘅人士，與香港同步發展。東華服務咗香港超過1個半世紀，一直秉承住救病請危、安老復康、興學育才、扶幼導青嘅宗旨，喺中西醫療、復康、教育、安老、青少年發展等不同嘅領域服務大眾，廣惠社群。我亦都借呢個機會呼籲社會各界繼續支持東華三院嘅工作，等東華走得更加遠，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Cheers！ 咁其實我釀酒都釀咗差唔多20年嘅，咁因為嗰一年咧就同Thibaut d'Espagne，which is Jurlat 嘅酒莊莊主啦，然之後我自己都有釀 Bellavizio 㗎，咁我哋咧嗰一年咧就真係自己親手親力自己摘葡提子啦，咁咧呢一年咧就其實對我哋嚟講係好有意思，因為阿 Thibaut 嘅媽咪咧就嗰年就過身，咁係因為佢患上乳癌。So she passed away from breast cancer. So that's why we decided to dedicate this barrel. 東華三院亦都舉辦咧 One Love One Hug 呢個咧慈善陶瓷工作坊。呢個 workshop 其實咧我就會事先準備定一個咧係大約14寸高嘅陶瓷。咁然後咧，到時咧就可以參加嘅朋友咧就可以由1個人去到4個人嚟到咧係刻個 pots 嘅。咁佢哋咧就係其實呢個意義就係帶緊就係我哋大家每個人嘅愛心啦，同埋屋企人嗰個親密嘅關係。追逐所有願望就座，鬥志亦在座，已經歷風雨過後，赤子心一顆，知道世界每天必創造未來，知道來年仍在延續愛，自愛開展出星與海，這歌亦陪着我天際高飛，怕什麼距離？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別害怕分隔開，彼此約定未會刪改。亦都希望大家嚟緊咧繼續支持東華三院，行善無界限。